件事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，提你出街一定要帶埋部手機，唔係愛嚟打電話返屋企，係用嚟做隨身攜帶嘅攝錄機。邊個邊度打交，老人家讓座俾人鬧，影下人哋嘅醜態，統統都要錄低晒，放上網就不停咁轉播，一夜成名增加流量你就嗨。而家網絡世界好古怪，冇乜正常，最愛變態，好撲街。或者呢個世界唔同晒，上一代嗰套都 out 晒，冇人睇報紙又冇人睇電視，揸住支咪戴埋頭盔就可以威威為所欲為。報道下條路，報道下他人，話知你死人，同我講道德留返俾你用來品神。中國人最愛就係笑返中國人，羅馬車加入百家聯盟，學馬都可以成為我屋嘅紅人。八仙嶺就一定要講下張行行，教你炒菜到炒股，個個都可以成為股神。預測明年樓市同埋股市，幾時可以瞓身假，幾時可以走人，錯咗就關人，唔好怪我係你自己亂咁信人。個個都可以做埋財經達人，又話可以下鬼怪，邊度有鬼出現，邊度有我聲音閃電。總之香港每日九百奇聞，等我開個頻道叫做東張西望笑笑人。我中意點寫就點寫，日日都可以做記者，為咗流量可以扮死者，或者扮埋識客踩場。我喜歡可以俾你星星5粒，亦都可以投訴你話你噏噏，要你下個月清盤再執笠。做 YouTuber 根本上就唔使乜咋，所以有啲 YouTuber 講嘢都幾賤格。人人都可以開個直播，跟住仲可以帶埋貨，咁就發啦發啦。